伊是咱性命的主宰。这个时阵，主耶稣就坐伫宝座顶面，看咱来敬拜阿罗伊，也要的确对这中间是着圣神伫咱的心中，互咱满有平安甲喜乐。阿门。耶稣，你坐伫宝座顶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充满地家。咱那的欢呼敬拜，归乎咱的主耶稣。